你看你这个样像那喝醉酒的呢。就是每次都下一身汗。他上厨房给他歇乎，上午的代课。刚刚在微信里说你现在是跟。这点害怕你也不能动啊。你转过来。我想问一下，你是真害怕还是假还是那啥？他没打过针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哎呀，你别看。你把脸转过去。干嘛去？不是你把我搞得我头都是汗，你把头转过去。你把头转过来，你别动呀。就是头转过去。你别看。哎呀，你别看。你把头转过去，你头转过来，你别看呀。别把自己给紧张了。快点嘛！快点！一下子就过去了。危险！哎呦，我的天！哎呦！孔真。哎呦！你把护士吓得不敢打了。你要这样子，你就给大夫说你别打了，后面。稍等会儿，我家。我自己控制他。马上你自己看吧。你不要演，哎呦，你不看一下就过去了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呦喂，你慢点。哎呦！还没打呢。哎呦喂！我知道，哎呦！哎呦！你千万不要跑！我的娘哎！你把他的肩膀这儿扶住吧。哎呦！别动呀！哎呀！哎呦！我的娘哎！哎呦！我的娘哎！真的是，怪不得你说你再不陪他去打针了。哎呦！我的娘哎！哎呦！你手别再抓他了，他消完毒了。哎呦！哎呦！你这功夫都打完了，真的是打完了。哎呦！哎呦！我的娘！不好意思。你别看行不？哎呦，我怕。不，真的，进针不疼。好。哎呀！进针不疼。哎呀！哎呦，你这转过来，来，快点！哎呦，我最烦了，我的娘哎！哎呦，在这边。你要这样的话，下周肯定是135是要打针的，一个星期要打3次的这种针。你要的话，就给大夫说就不要。快，马上给你做放疗了吧？马上做，马上大夫来带你做放疗了，马上4点了。哎呦！你烦你！哎呦！你这讲了。我走了。哎呀！你手再不抓了，你手再抓，我没办法抓。哎呀！